Hello，大家好，右邊呢個係我，左邊呢個係我嘅朋友。我哋係 MBTI 裏面個 I 人，就係嗰種響人多嘅地方就想縮埋個 I 人。不過我哋唔係怕醜，只係鍾意自己一個人啫。但如你所見，冇錯，我哋居然響南沙燈會，可想而知呢個燈會係幾咁有吸引力。哇！到處都係人，但真係好震撼啊！花燈真係靚爆鏡，哇！商周時期個頂都可以發光，掂喎！原來這個就是以前用的頂。 1、2、3，快啲，影到未啊？這麼多人看着，快點走啦！啊？孫悟空？嗰個《西遊記》嘅孫悟空？誒，對了，你有玩過黑神話悟空那個遊戲嗎？火了好一段時間。有啊，我超鍾意㗎，每日都喺屋企度玩啊。哇，咁誇張啊！未見過咁大咁靚嘅燈，真係好想放喺屋企度，一定好威水。少爺，你家裏這麼大嗎？我開玩笑啫，發下夢咋。雖然睇咗好多相，但向現場睇真係好唔同啊！在廣州都可以看到自貢彩燈，天哪，這簡直超乎我的想象啊！正啊！